惠陽淡水人民醫院附近嚇，亦即係高鐵站附近。有個住宅花園樓下嗰啲底商商鋪啊，門前有16米街道嘅。佢呢個樓盤叫做碧翠園嚇，門前有16米街，兩邊可以停車，一樓可以做生意啊！做呢個鋪啊。之前個消防栓呢喺嗰位嘅，依家移過嚟，為嘅就係可以將呢個門面擴闊啲嚇。佢依家目前係不動產權證在手嘅，43個方啊，做好隔層添喎。呢度出去就係開成大道，入邊係無批嘅，清水要裝修下，20零個，有冇老細感興趣嘅？做好隔層噶啦嚇，嗰個樓梯放喺中間，如果要改嘅話，可以改入去嗰入邊去，左右兩邊擺都可以，咁樣就冇咁浪費嗰啲位置啊。20零個，到時裝修好嘅話，攞嚟租千零蚊係隨便租到嘅。有冇老細感興趣啊？歡迎睇現場啊！